民进党再来看国民党公布初选5人名单后，今日举办这个座谈会，邀请5名参选人的阵营参加。郭台铭亲身出席以外，嘛重新要求手机的民调，亲自出席的还有前这个县长，也就是周锡伟，也有张亚中。针对咧郭台铭提出来讲，参加初选人至少民调爱超过5%，这款的讲法，周锡伟回应讲，有理想人敢袂使参加，充满着火药味。 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一日赶来参加座谈会，参选人握手，敢若看到有意要参选党内总统初选的周锡伟、张亚中、郭台铭3人亲身出席。韩国瑜、朱立伦敢若派代表报告，一定会坚持手机民调吧？我一定会坚持。在这个阶段里面，一定要让民调，是最公正、最正确的反映。 会议还未开始，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想法。不过参选人重视的唔那是民调尔，要有这场初选同志公用，要求参选人约束支持者，袂使有抢夺行为，嘛袂使影响提名作业。郭台铭是拒绝签这场公约，伊阁提出来讲，参加党内初选的参选人，上少要有民调5%的限制，甚至要有备案的机制，和周锡伟真激动。谁做这个决定的？中华民国的民主选举里面有这个规定吗？穷人不能参选吗？ 有理想的人不能参选吗？初选的起跑之前，党中央一定要把这个制度初选办法的游戏规则要讲清楚、说明白。未经座谈，参选人之间就充满火药味。国民党的初选之局，要安怎才好？好参选人莫互相攻击，恐惊袂遐简单。